排隊係生活之中好常見嘅生活現象，但係屋企細路仔點數都數唔清，有幾多人排緊隊，點算好呢？3分鐘教識你點樣去區分排隊人數。大家好啊，我係 VIP 星嘅艾德老師，跟堂課老師就同大家一齊嚟學習排隊問題。我哋分為2 part， 首先第一 part 去學識點樣數人數，第二 part 就係一個小練習，交俾同學們自己去完成。咁首先呢，想要數清楚排隊問題，一共有4個步驟。第一步，我哋採用呢個觀察法，了解前面以及我哋嘅後面。第二步，我哋要數清楚前面有幾多人，後面有幾多人。第3步呢，就係將所有嘅人數加埋起身。第4步就需要大家自己去檢數檢查，數嘅計嘅啱唔啱啦。咁我哋一齊嚟開始學習啦。首先大家睇下呢道題，小伙伴們喺度排隊等車，咁咪咪貓嘅前面有8個人，佢嘅後面有5個人，請問一共有幾多人排緊隊呢？俾3秒鐘，大家自己計下。好嘅，相信同學們已經有答案啦。咁我哋一齊嚟學習下呢個過程啦。想要過程計出嚟，好簡單，分為4步。第一步呢，先確定方向。呢個方向指嘅係我哋嘅前面以及後面。咁何謂前面呢？亦真係我哋塊面朝住嘅方向，呢個叫做前面。咁咩叫做後面啊？即係我哋嘅背脊指住嘅方向，呢個叫做後面。確認完方向之後，我哋再將自己放喺前面後面嘅中間，確定自己嘅位置。然之後我哋就進入第3步，放人數。題目入邊講咗咪咪貓嘅前面有8個人，所以呢，我哋喺將呢8個人放喺前面呢度。咁題目又話咗後面有5個人，我哋就將5個人放喺我哋背脊呢個方向。咁依家同學們睇前面嘅人數知道咗，自己嘅位置知道咗，後面嘅人數亦都知道，我哋就可以將佢全部統計起嚟，咁就獲得咗一個算式：8加1加5等於13。呢個就係排緊隊嘅總人數啦，係咪好簡單呢？我哋可以總結出一句話：前面嘅人數加上自己，再加上後面嘅人數，就係所有排隊人數啦。咁學完咗之後，老師同大家準備咗一道題目，請大家嚟睇下。小伙伴們今日嚟排隊進入碗斗博物館，咁第2號嘅前面有3個人，佢嘅後面有5個人，請問總共有幾多人排隊呢？老師期待你哋嘅答案。咁我係艾德老師，請大家 follow 我哋嘅 VIP 星賬號，等住你哋話俾老師知答案喎。